台中一个20外岁少年呢，出事了后，伊的爸爸无帮伊报户口，一直到最近，伊的爸爸甲赶出去，伊伫路边捡资源回收，里长发现代志才来现光。目前伊方安置伫个中途之家，嘛咧补办着户口。今仔日是伊22岁生日，讲有150个热心的民众愿意来做伊的爸爸妈妈，送伊物资，送伊鸡卵糕。里长嘛透过镜头用口琴来分生日快乐歌，祝伊生日快乐。里长用口琴分生日快乐歌，因为今仔日是对出事以来都无登记户口，20多年来拢无新婚姓黄查甫人生日。跟他通电话的时候，跟他讲说，我今天会带麦当劳过去，然后他很开心，但是马上就说，可是那个很贵。里长讲，查甫人自细汉都学老爸教育讲，钱足重要，所以平常时唔敢黑白开钱。本地想要伫今仔日办生日会。也毋过这几天，查甫人甲因老爸受到外界的关注，社会局甲社工讨论，决定假条伫中途之家甲庆祝生日。本来是说要到餐厅去用餐，后来改成在中心那边那个吃个麦当劳现在最新的就是取消了。里长后来决定将里面热心送来的鸡卵糕转送到中途之家。查甫人的故事红报出来了后，短短一天，山顶就组织150个再生父母，拢做个关心，佮送伊各种的物资。目前是150个人我们群组里面大家讨论是说，我们帮助的人也不要太多，太复杂了。那查甫人补办户口的进度，社会局讲，老爸已经有提出事的证明，也毋过因为顶头敢若老母的名字，所以爱先做亲自的鉴定，办理领用的手续后，到户政事务所补办户口。因为老爸真紧张，唔愿将资料交予社会局或者是民政局的人员，所以会派社工陪伊办理所有的各种的手续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